加拿大國家電視台成功舉行青少年舞蹈大賽。安省租房法案標60通過。亞省政府考慮使用 AI 撰寫法案，開全國先例。溫哥華柴貓超級美食廣場春季開幕。中美領導人通電話，討論中美雙邊合作及台灣問題。印度全面恢復中國公民旅遊簽。大家好，歡迎收睇加拿大中文電視台粵語新聞，我係歐陽琪琪。今日係11月25號星期二，下面一齊嚟關注今日嘅詳細內容。11月22號，加拿大國家電視台喺影視基地成功舉行第6屆 CNTV 杯青少年舞蹈大賽，吸引咗嚟自多倫多各地嘅優秀少年舞者參與。下面我哋一齊嚟透過本台鏡頭去睇睇現場熱烈嘅氣氛。舞台燈光璀璨，參賽選手以街舞、民族舞等多種形式展現青春活力同藝術才華。評委陣容專業權威，對選手們嘅表現給予高度評價。活動唔單止為青少年提供咗展示才華嘅平台，更促進咗多元文化嘅交流同傳播。加拿大國家電視台台長龔曉華先生表示，將持續支持青少年藝術發展，同時歡迎加拿大以及全球嘅優秀藝術家參與到即將舉行嘅2026年海外春晚中，喺元松利 Centre 3500名嘅觀眾中，為全加拿大最盛大嘅華人藝術盛典獻藝，亦都歡迎商家品牌攜手合作，共創年度最具影響力嘅盛典。安大略省議會24號通過咗一項備受爭議嘅住房法案標60，政府指該法案旨在加速房屋建設以及穩定租賃市場。該法案由安省省長杜格福特政府提出，政府指該法案旨在加速房屋建設並穩定租賃市場，但係其反對者就普遍認為，此舉將會使房東喺驅逐租客嘅時候擁有更大嘅權力，並嚴重剝削租客嘅合法權益，引發社會各界嘅廣泛擔憂。對於呢項名為標60嘅法案，其反對者認為佢將會使權力嘅天平進一步傾向房東，令房東驅逐租客變得更加容易。佢哋提到呢個直接威脅到租客嘅居住穩定性，但係福特政府對此就表示，呢項立法將會有助於建造更多嘅房屋，並帶嚟更穩定嘅租賃市場。安大略省住房廳長羅布弗拉克喺省議會就強調，該項法案並未改變任何一項現有保障，供給創造競爭，競爭就會帶嚟更低嘅租金。亞省政府考慮喺全國率先利用人工智能 AI 撰寫法例，即將出台嘅威士忌法案將會作為新技術嘅試驗案例。亞省服務與精簡事務廳長立利受命制定亞省威士忌標準。佢表示，該任務對於該項新興嘅技術而言係一個恰當嘅測試案例。立利提到，該項測試唔會牽涉到心臟或肺臟，呢一點十分重要，唔會有人因此而喪命。而且由於該項法律將規定從谷物到水再到蒸餾過程嘅整個流程，如果出錯可以及時糾正。立利表示，佢將會同亞省科技廳長與法務廳長商討，以確保所有人都認同呢個諗法。佢強調，對能夠成為加拿大首個使用人工智能作品嘅司法管轄區感到非常興奮。經過3年嘅籌備，溫哥華 China Market 超級美食廣場宣布將會喺明年嘅春季開幕，地點為即將完成重建工程嘅橡樹園商場。柴貓近日喺社交媒體上公佈，匯聚溫哥華頂尖大廚同埋本地新進嘅廚藝人才集中地，將喺2026年春季嚟到，所以大家可以準備胃口大開。柴貓 Market 有別於一般嘅商場美食廣場，唔單止以規模宏大取勝，更加以將傳承美食匯聚一堂而聞名。2014年發源於葡萄牙里斯本，其後喺邁阿密、紐約、波士頓、滿地可、芝加哥同埋杜拜等大都發揚光大。溫哥華將會係其加拿大嘅第2個據點。溫哥華嘅 China Market 將會佔據橡樹園商場嘅2個樓層，總面積超過5萬平方尺，場內將提供超過1000個座位，俾顧客休閒享用美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4號晚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
討論咗中美雙邊合作以及台灣問題。本次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言論，引發中日激烈外交爭端以嚟，中美兩國元首第一次通電話。習近平對特朗普闡明咗北京喺台灣問題上嘅原則立場，強調台灣回歸中國係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亦都提到，釜山會晤以嚟，中美關係總體穩定向好。特朗普就表示，中國當年為二戰勝利發揮咗重要嘅作用。美方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嘅重要性，佢亦都提到習近平係偉大嘅領導人，佢同習近平喺釜山嘅會晤非常愉快，完全贊同習近平對中美兩國關係嘅睇法，雙方正全面落實釜山會晤達成嘅重要共識。印度政府已全面恢復向中國公民發放旅遊簽證，該舉措被認為係中印兩國關係持續緩和嘅又一重要信號。印度政府日前已經喺全球範圍內對其駐外大使館以及領事館發布全面恢復對中國公民旅遊簽證辦理業務嘅通知。此舉契合印中雙方為穩定雙邊關係而達成嘅一系列以民眾為核心嘅舉措。據報道，今年7月份，印度時隔5年恢復對中國公民嘅旅遊簽證辦理，但當時僅係開放印度駐華大使館以及駐上海、廣州同埋香港嘅領事館辦理渠道。而本次將簽證辦理範圍擴至全球，彰顯出印度對當前雙邊關係發展態勢嘅信心不斷增強。另外，印度旅遊業重啟中國市場亦都面臨現實嘅困難。如果需要升級服務體系，以貼近中國遊客嘅需求，接待酒店爭取提供中餐同中文菜單，招募懂中文嘅導遊，加強景點嘅安全保障措施，以緩解中國遊客對安全問題嘅顧慮等。下面一齊嚟關注天氣。多倫多多雲，零下1度到11度；溫哥華多雲，5度到9度；蒙特利爾陣雨，2度到7度；卡加利天晴，零下11度到零下1度；渥太華陣雨，2度到7度；洛杉磯天晴，10度到26度；紐約陣雨，9度到16度；芝加哥陣雨，零下2度到8度；休斯敦天晴，12度到21度；邁阿密晴間多雲，22度到28度；北京天晴，零下1度到8度；香港多雲，18度到21度；巴黎多雲，3度到8度；倫敦陣雨1度到8度；悉尼天晴，19度到29度。今日嘅新聞已經報道完畢，多謝大家嘅收睇，再會。